65岁还能拿下高奢代言。惠英红用实力打破老态标签，成为 LO 史上最年长全球代言人，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近日，香港女演员惠英红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股热议狂潮。这位已经65岁的女星，竟然成功拿下了奢侈品牌 LO 罗意威的全球代言人，让人不禁惊叹她的实力与魅力。惠英红的这一举动不仅让网友们刮目相看，更在时尚界和娱乐圈引发了关于年龄歧视与女性职业生涯的广泛讨论。她在评论区留言表示，65岁拿下高奢代言，争气这两个字我已经说了多遍。这简短而有力的话语背后蕴含的是她对年龄偏见的有力反击，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坚定信念。在英皇公司面临财务危机的情况下，惠英红凭借自己的努力和人气，不仅为自己赢得了新的事业机会，更向外界展示了女性在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实现自我突破和价值实现的可能性。惠英红用实力证明，年龄从来不是限制，而是经历与智慧的积累。她的故事激励着无数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不受年龄束缚。快来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吧。我年少时爱过的人，他现在来找我，我第一句话我知道会跟他说什么，我会说我爱你。如果他向我求婚，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因为我知道我这一生惠英紅21歲就登上影后寶座，但係去到90年代中嘅時候，佢嘅電影產量開始減少，情緒亦都大受影響。個事業即係曾經又平穩過，又或者有少少咩嘅，又再起翻，係比較難啲㗎，你覺得係咪？難嘅，即係尤其是我哋係做動作嘅，因為做動作喺香港其實有一個現象就係動作演員唔着重演戲啊，佢哋覺得唔着重演戲，就係身手好緊要，係啦，到噶。其實係成個過程就係話由你青春貌美開始進入中年嘅時候，但係你尷尬嘅，因為你再老啲唔係。後生你唔係，你喺中間其實好多角色喺中間好難比嘅，即係30歲到40歲之間，係啦，係中間嘅角色係好多角色係冇嘅，咁你已經係好少嘅選擇，咁但係人哋又欣賞你嘅時候，將你個本身嘅外形年紀推大少少，俾你做一啲大嘅。哇！咁我就叉晒腰起晒講，哇！我有咁老咩？係啦，呢個其實自己心態過唔到，自己覺得我係屬於電影噶嘛，依家點解電影圈將我一腳踢咗出去咧？所以自己諗好多呢啲嘢，其實就唔係，係自己諗好多嘢。因為你推戲，但你係覺得人哋係，但其實係有病，自己唔知。只係覺得好自然啫。係，都未知，係好唔開心。好覺得自己阻住個地球轉，好覺得自己唔知做乜嘢，係廢物。或者即係去到最嬲尾係覺得自己垃圾，做咩咧？好似冇人需要你，冇人記得你，自己喺間房成個月，我媽都以為我唔喺香港嘅。你冇出過房門，我食飯係啊，避開晒佢哋咯。佢哋開飯嘅時候，因為我喺房，我有廁所有成，即係冇人知嘅，係啦。咁到佢哋食完飯咧，即係入晒自己房或者係好似幽靈咁啊，走出嚟。係啦，我就慢慢走落樓下1樓咁啊，食完嘢或者偷啲嘢上去又上翻去，可以又唔沖涼。154年了，我們不能再多等1秒。我今年都快60歲，我都等了很久才等到回歸。
那在回归的时候，其实一直在看那个电视，看到我们祖国的五星旗在飘扬的时候，眼泪叭叭叭叭流，整个感觉就是我真的可以大声的跟所有人说我是中国人。在接到这个剧本的时候，真的觉得我能参与这个历史，能把我自己真感情而不是演出来，对我来说是无